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福起來》，係阿彌陀劉浩明。等從上回談到嗰度嘅國外嘅傳教士到我哋台灣來傳教以外，同時嘛，為到我哋台灣嘅醫療點點嘅付出。你今日要請到來賓咯，伊係我哋高雄聖公醫院嘅院長楊義發楊院長，而同時嘛係伊個修女。從頭會談到修女也係伊個名嘅，但是唔係講修女到底係做乜嘅？其實伊唔單止係上帝嘅用人，同時嘛係伊個能力，伊能確定你的方向以後，伊都點點嘅去做。但是唔好俾人哋，但是你要點點去做一件事情底背咯，伊嘛會有幾多困難嘛？但是有困難，你就要靠到伊的信仰，去慢慢的去克服。你今日都邀請到我哋嘅楊院長，同我哋講伊有人生的故事，還有高雄聖公醫院的故事。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楊義發楊院長，楊院長，院長好。劉先生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聖公醫院的院長楊義發修女，我係天主教修女。院長，聽人客話來講嘅話，唔係一啲，唔講嘅係海陸咧，係我講海陸。嗰時唔幾時就係新族人係咪？係，我係信主信奉鄉人。哦，新族嘅信奉鄉人。係。咁一次都睇得睇幾下？我8歲離開半島故鄉，台南來，學會講到冇講真流利。但是唔至少話冇記人，這個係講嘅係海陸啦，哈。係。因為頭我哋嘅節目一開始以前啊，哈，我哋都講到其實我哋咧楊院長本來係一個修女嘛，哈。因為修女也件事情，其實我哋從頭我睇故事裡邊啦、新聞裡邊看到，但是其實嗰種嘢唔止係工作後輩，我哋係講而家佢哋工作吧，還是佢哋職業，其實外國人啦，哈，我以為係啲工作，而係啲神嘅工作。好，因為也係你這個人天呢，也係神變成一生的一個依靠嘅時間，你選擇的一條路。故事我們以為係個職業，好，我們以為係個工作。我想我請問一下，因為當初你做乜會選擇去做修女呢？我想是在很小，大概12歲左右，我第一次看到修女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好奇怪，因為穿着奇裝異服，哈，那是5、60年前的事情，我覺得很奇怪。就很奇怪，我就想去問他們說：你們是誰？為什麼穿那麼奇怪衣服？然後他們就告訴我說，他們是信仰天主教的修女，然後他們是終身奉獻在教會工作的。那我就覺得很向往這樣生活，因為一個人可以追尋自己願意做的事情，可以願意為國家、為社會這樣子奉獻一輩子的生活，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生活。所以這就是我決定長大之後，我決定要跟隨下一個腳步，就是當修女。個院長頭有講到講，其實佢係12歲，好12歲等於女愛等小學人別人家嘅啱嚟講嘅初中嘅時間，即係講嗰時嘅聲音，人真蠻皮啊啊，去奶料啦，啊潛水奶啦。可是嗰時12歲人，我想到講話可以去為到國家付出。為到我哋嘅宗教付出，好為到我哋嘅世界和平，其實我有按國嘅想法。我想這就是一個我們所說的是一個天主的召喚。好，我覺得這樣是一個種子在心裡面，因着我的好奇，因着我願了解他們，我願加入這個團體。我知道是隨着時間慢慢長大之後，思想也比較成熟，人生也看過了一些情況之後，認為說這個就是我肯定我要走的路。嗰時節唔知個家庭要做修女嘅時候啦，哈，屋企人有反對嗎？因為我想講，媽媽應該佢唔反對吧？係，是，我媽媽都唔反對。好，我媽媽說：你為什麼不跟別人一樣？好，穿個很漂亮新娘紗，讓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第一個孩子，所以她就想說，就好好的過你正常生活，不要過不正常生活。那是跟他們講很多年，但是，當我很正式跟我的爸爸談這個事情的時候，爸爸是支持的。他甚至給我寫封信，他給我講說，在這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時代，我的女兒，你願意走這條路，爸爸我也感到驕傲。這個本地嘅家庭都係天主教嘅家庭嘛？其實我的祖父是很虔誠的佛教徒，非常虔誠，他
进去出来都一定是早上起来礼佛拜佛。所以当我跟他说我要当修女的时候，我祖父说：“哦，修道当修女是好事啊。”所以他是这样子支持我，是好事。所以因为这样子，2年前我弟弟的儿子他决定要出家的时候，我跟他说：“文清，姑姑当年阿公支持我，所以我想支持你。”其實唔係講宗教嘅問題啦，其實有時一啲人為到宗教而付出嘅時間，而唔係為到宗教，其實為到係人類。就譬如講我哋一開始講嘅，其實有幾多個傳教士來到我哋台灣嘅時間，對於來講，而花幾多時間咧，唔係睇傳教一件事情，其實花幾多時間咧，係用自己帶來嘅醫療嘅能力和其他能力去救一塊土地上嘅人。我哋幾多做修女一件事情，因為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其實幾多人唔係講，做修女做修女，而要經過某個過程。唔係咩同人哋觀眾朋友體育講一下講，譬如講我見我愛做修女，我聽到愛讀書冇，還是講愛訓練冇？是的，當修女是就要經過幾個過程，從開始認識這個修會，修會就考核你，看看你是不是合適於走這條路。以後進入到真正的初學期，就所謂的小沙彌期，2年，相當多的時間就要學修會歷史，要學神學，要學修的會規會章等等。2年之後，你就第一次決定我要往前走，這個我們叫站願。所以我這個聖牌就是在第一次就是開始我願意決定穿上會衣，決定往前走的時候給我的身份象徵。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站願期，然後過了3年到9年的中間，會讓我們最後去思考、去決定要不要終身奉獻。決定要的話，再往前走，所謂的發終身願，就是被終身就是屬於這個修會修女。所以從開始到發終身願，前後差不多要10年的時間，或更短一點，來走這條路，所以是有經過一段時間訓練跟做決定過程。是的。嗰時候呢，談好了，其實係一個人性化嘅過程，而唔係講你點樣變成我以為我做修女，你一生你都唔可以再變卦嘅。其實伊點嘛地講，其實人會改變，尤其係安排些時間，去入到我哋我哋咧一位地方地方，嗰時候你看，要差唔多要10年嘅時間，受訓練以後，伊嘛地講唔可能會有改變咧，嗰時候你看到後來到第9年嘅時間，你即個能夠聽。唔愛係咪要真實行一條路？嗰時有中間嘅地方，你除了修行以外，咪有幾多嘅時間，唔係 healthy 嘛可以啦嗬。但是你幾時間有 healthy 過冇？沒有呢。有 healthy 過你都唔會坐地啊。是啊，沒錯。雖然是修道院不是天堂，是人的團體，所以我們每個人一起生活的時候，就跟家庭一樣，每個性不一樣，會有困難，會有挑戰。但是我們所過的就是個修道生活，願意在生活上怎麼去淨化自己，怎麼去往前去跟隨耶穌基督的腳步往前走，這就是修道生活。因為我哋以前喺阿明谷喺讀高中嘅時間，我哋有一班人團隊高中嘅合唱團，如坐到茶又講我哋去啲新竹嘅蔣林瓊林啊，呢邊有一啲苦修院，其實已經係哋唔係天主教徒，嗰個唔點乜嘢苦修院，但係去到以後都發現一啲教堂，教堂地方奇怪都冇人嚟接我哋咯，就講佢哋睇下唱歌嘅，開始唱歌嘅時節，教堂嘅後半段都有一啲兩個床都打開啦，我哋都發現我講，後邊所有嘅熊全部睇嘅教堂嘅後半段地方。隔頓嘅床誒，係躺喺度咧，合唱團嚟唱歌嘅，係咧係當然如果做得我哋咧點先嘛。後來都有間種同人說明講，乜嘢叫苦修院，一定睇一條小睇下片，係為到人類嘅和平，為到人類嘅未來，睇懇求我哋嘅上帝。嗰時候突然講，一定係用一定嘅青春，去揾到他間人嘅平安。嗰時候一定冇辦法去接觸到我哋一般嘅平常。我幾百人都講原來其實有咁多人願意犧牲自己嘅一生，
好去做奉献的事情。可是这时间你愿意行上一条路的时间，你自己要替的想法是乜嘢？你希望做到是乜嘢？我再回去，你刚刚去琼林，去琼林，你所看到是一个隐修院生活，因为一个女性愿意走修道有2个方式，一个是隐修院，一个是传教修院。隐修院是他们决定奉献之后，终身就在那里面，就是为世界各种的需要、和平、社会平安祈祷。隐修院，我们是叫做传教修女，我们做的是社会工作，譬如说像我的修会做医院、做学校、做社会工作，所以我们是个传教修会，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修道生活方式。也是我们依照个人兴趣跟你的觉得说什么样会让你值得你往前去专注投入整个人生去做这样一个服务。你相同我哋咧用眼中講咧，而係做一啲我哋咧傳道嘅項目，或者後來亦都加入我哋咧高雄嘅聖公園。下一條節目，我哋會想我哋咧用上同我講，到底高雄嘅聖公園地方，而服務嘅乜嘅東西，而做乜嘅角色。休息下喎，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台節目我哋高雄聖公園嘅容易法，用演講同人講，而當初係做乜嘢做項目嘅？哎呀，同台節目咯，而我哋咧容易法用演講，我同人講，而係讓人去我哋咧聖公園。好，你上頭都我哋講嘅，後來以前做一啲傳道嘅項目嘛，咁後來做乜嘅揾去聖公園咯？是這樣子，因為我們的修會在訓練修女是要做社會服務的，所以在經過幾年的神學的培養之後，要做專業訓練，所以我就被派去美國一段時間。然後從美國回來之後，我就被派在聖公院服務。我是因為我學的是護理，所以我是在做臨床的工作。那在臨床工作，我就有機會接到第一線的病人的疾苦，我也看到一些在臨床上面很多地方我們可以再努力的地方。所以是因為在這個時候給我很多的啟示。譬如說那個時候我看到的是高齡化時代，越來越多的老人家長輩是需要照顧。所以在那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醫院就在籌劃怎麼樣能夠因應時代的需要來服務長輩。所以在1996年，應該是在26年前開始，我們就看到很多雙薪的家庭，兒子跟媳婦都要上班，然後爸爸媽媽在家裡面需要吃飯的時候，也許開瓦斯忘了關，或是跌倒的時候沒有人看到，所以就等於說孩子們在那邊上班，可是心神不安。所以我們就設一個叫日間照顧中心，就像小朋友幼兒園一樣，白天上班的時候，爸爸媽媽就帶來這邊，那我們就照顧他，給他吃飯，到下午的時候帶回去。這是我們看到最初的需要。進一步我說，過一段時間之後，看怎麼人少好幾個，所以有天我就碰到一個兒子，我問他說，為什麼你爸爸好久沒來了？他因為中風之後住院了。他就不能去日間照顧。他說：“你們為什麼只幫我們照顧白天，可是晚上我也需要有人照顧，對不對？因為我還需要上班，我日夜的話我沒辦法照顧他。”我說：“所以需要照顧不止白天，更進一步是連晚上也有這種需要。”所以說好，所以我們就開始規劃50床的日夜24小時照顧的這種的護理之家，沒有多久滿床。我們就驚訝說，原來社會上這麼多人需要這樣照顧，所以我們就好再開100床，又滿床。所以那我們就規劃說，
这就是一个讯号，因为我们圣公修女常在说，我们要倾听时代讯息，答复社会需要。我们看到这是需要，所以我们在2002年在盖新医疗大楼的时候，我们就把新医疗大楼做什么内外妇儿啦、加护病房、开刀房，就指新大楼。旧的大楼，我们就把它改建成为一个照顾长辈的地方。那时候200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长期照顾跟急性照顾做一个整合，让这些长辈们在医院里面出院之后，回到家里面去后续的持续照顾，还有这样子一个继续照顾机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断了线。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我在临床上也所看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我再讲一个，还有那时候我们也成立了安宁病房，南部我们是第一个安宁病房，就是照顾临终病人。那个我在安宁病房服务的时候，曾经照顾过一个老太太，她说她已经病很重，快临终了。然后我就看她就常常若有所思，刚讲话的时候一直在哭。我就问她说：“阿嬷，你是安那好感下伤心？”她说：“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但是我一个单独一个独生子，在监狱里面，他被判刑不能出来，我要走了，我很想看到他一面。”他说我很难过，对不对？你看这个老妈妈就要走了，看不到自己儿子在床边，所以我就想说，我就给典狱长写封信，跟他说有这种事情。后来典狱长就给我回信，我们就来回的问他说，你能不能通融一下，让他看到最后一面？最后他真的是答应了，所以我就去门口接他。我看到他被那个2个是穿便衣的人带着，然后手铐、脚铐都这样走进来。我说不可以这样，让妈妈看到。然后叫他推轮椅来，坐在轮椅上面，用床单把它盖起来。到时候门口把推到病房去。后来病房站起来的时候，我看他戴手铐，我跟那个警卫说：“能不能把手铐拿下来？脚铐就好，我们都在，他一定跑不掉。”所以他也答应了，他就走进去，妈妈床前跪下来跟妈妈道歉。其实谈到的关于痛心的故事啦，但是我想到讲，其实听我等台湾虽然讲没讲过台，但是听我哋台湾早期的时间，医疗的资源其实我哋讲过清楚一些，其实喺北部嗰度、南部嗰少。咁就像我哋嘅节目一开始嚟讲嘅，其實我哋幾多嘅傳教士，無論我哋外國嘅一啲我哋講宗教團體，佢哋對台灣嘅一種付出，和尤其係對我哋醫療嘅付出嚟講啊嘛，佢哋從來唔會想到講可以賺到錢，佢哋最主要係希望講，有個地方希望有需要乜嘅東西，例如提給別人做乜嘅東西嘅一啲醫療嘅服務。可是像同我哋用人上嘅講嘅時間。伊從來冇同講我講啊，我哋開50床，愛多少錢，愛多少人；開100床，愛多少錢，愛多少人。那當然咧講到一句話都講啊，原來我哋50床唔拉敗，開100床，100床唔拉敗，我哋把後來開新嘅屋嘅時間，把 Q 嘅係全部使用。伊看到嘅係幾時間我哋南部嘅時間嘅醫療嘅環境地方，其實冇辦法做到其他，譬如我哋而家有長照2.0，我哋可以有嗰度居家服務員，幾時間嘅南部冇？他說還沒有，完全冇，完全真是唔講兩個愛識頭路嘅兩公婆，我故意照顧你的爸爸媽媽，冇辦法。其實我都講，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是這樣啊，但是尤其對南部來講嘅話，其實我哋呢社會支持呢條。5千多，但是其實人家是6年前成功一樣都可以做到。好，可是這時間有想到講，其實做一件事情吃力不討好啊，你做乜個做呢？的確，有些事情做了不是為賺錢，是為服務。所以我們在決定要做事情的時候，我們會當不能夠的時候都做賠錢生意，然後怎麼樣前去付我員工薪水所以我們一定是評估過，但是我們不是以把利益放前面，而是把需要放前面。這是我們在聖公修女，我們在思考任何一個服務新服務的時候，我們一定問人民需要我們做什麼，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甲这时节其实嘛看到讲其实唔单止讲迄个人老人家问题，临终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伊是做，其实有当时我都有感觉到讲临终可能愈过去的愈好呀，其实唔免。临终係一個歌唱，歌唱有兩人短，有兩人長。其實長嘅時間，如果會變成有幾多嘅故事，有幾多嘅願望唔前做下，有幾多嘅事情唔前解決，但是你就一定要行到人生最慢嘅條路嘅時間，唔會過希望代表有兩人能聽說。像這時節，你頭都講嘅嗰段故事裡邊係你的安寧病房裡邊發生嘅故事嘛？我相信喺安寧病房裡邊應該有幾多嘅悲歡離合吧？是，的確是看很多悲歡離合，有的是在臨終前和好，有些是怎麼樣都不肯和好，就很遺憾，真的是。事實上講遺憾，我自己也很遺憾，有個事情沒有做好，知道嗎？在病房的時候，我曾經照顧過一個男孩子，大概18歲左右，很年輕，癌症。然後他就是在應該是臨終前2個禮拜吧，就很躁動不安，然後對聲音很敏感。有天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就跟我抱怨說：“你們廣播聽到在廣播找人找什麼，吵到都不能休息。”所以當時我就有點驚訝說：“是哦，因為當初在蓋醫院的時候，他們在設計上可能是把這個消防跟播音放在一起，所以變成是在那個時代20幾年前沒有手機，都叫行叫人，等下廣播某某醫生什麼地方找，某某某什麼地方找，就變成是一個病人的負擔。所以我聽進去了，所以以後我就積極的去改變這事情，譬如說，就是向醫院就爭取了一筆錢，把麥克風系統單獨放到走道上面去，就聽到是業務的，裡面只有做緊急消防，萬一失火時候會警報響，那這情況是非常非常少，所以這樣子就解決了。可是這個孩子在臨終前2個禮拜跟我講，太吵了，不能休息，變成我有遺憾。所以我覺得以後的話，很多事情我凡事會以病人為中心去思考，他們需要什麼。這也是我在工作上，當我在做決定的時候，我就最大就是以病人為中心的思考。因為安寧病房對健康的醫療系統來講，把伊媽沒得賺錢的病房。因為其實安寧病房可以用的藥嘅其實係最少嘅藥嘅，嗰時伊冇辦法有幾多藥嘅錢，但同時也作為醫療，嘛係一種最消極的醫療。如果真係都支持，當然可以安心行過嗰邊去。但是問題係幾時嘅成功醫院攞上要做安寧病房咯？我想這個是一個使命，因為那時候應該20-30年前開始有個趙可士老師，不知道你聽過沒有？陳大教授。他開始在推動安寧療護，就等於是說，當一個人生命經過了各種機械治療，都已經盡力了，人總是有他的壽命，對不對？到生命末期的時候，尊重他們，好好的走，不要再做電療啦、插管啦各種的治療，這樣好好的走，而走以前跟家裡面好好的道別，好好道謝，做好準備了。安心的走，這是我們所看到人性最美的地方，最高價值的地方。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就是一個天主教醫院，我們尊重人性尊嚴，尊重生命可貴，我們願意所做的事情。所以因為這樣子，南部沒有人做，我們是第一家做。在那個時候做這個事，說難聽，這是個賠錢的工作，但我們願意這麼做。我們相信也很讓陪伴了不少人走生命最後的路程。喺30-40年前的南部，其實我哋醫療系統冇見咁樣安排太，其實係我哋改到我哋中高嘅一個醫療體呢，睇下嘅一個按困難嘅一個地方地方，點點嘅做改到嘅事情。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
反过来福起来，上那节目我哋成功语言的用演讲，同人讲成功语言其实係做乜嘅事情。等提供其實更加我哋喺台灣入面我哋嘅個人化社會，但是個人化社會，你提供其實我哋喺各個地方嘅我哋嘅老人家，我哋演化就會越來越多。咁面對啊問題，成功語言有乜嘅解決的方法？对，我就是因為我們所看到的這種供不應求，可是我們已經沒往再擴張了，而且都市裡面就比較沒有個讓長輩可以有活動空間，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要找個地方，蓋個很會讓老人家可以有比較好的環境、好的空氣，這樣子一個規劃的話，會讓老人家會住得會比較溫馨一點。所以我們就找燕巢這個地方，就在那個高速公路下來之後向右轉，大概2公里地方，一個地方，大約有3公頃的地方，所以我們就開始做規劃。所以我們第一期就規劃1公頃，裡面我們就做那個所謂的住宿型的長照。我們有3種功能，應該是有三個服務的那個大項，一個是住宿型的。一個是日間照顧的，一個社區型的。住宿型的話又有2種。現在的話失智長輩的照顧，特別是住宿型的非常缺，非常少，是因為不太容易照顧這一塊。所以我們就想說，別人覺得很困難的事情，我們來做。目前我們在護理之家裡面也有一些失智的長輩就住在裡面。但是就是很難去這個專區，因為地方就不夠了，又沒有專區。在那地方，我們在4層樓的最頂樓，我們有48床，4個區，要照顧失智長輩，或是失智48區。另外2樓跟3樓，我們照顧失能長輩，就把失智跟失能分開，所以一共198床是住宿型的。然後在1樓地方，我們就變成是一個日間照顧，就是白天就像剛所說的30個人，白天爸爸媽媽來這邊，那晚上，對，好就回去，是屬於這種失能跟失智混合的，有可以收30個人，好，這是在機構裡面，但很重要是長輩的健康情況是持續性的，也許是惡化，但希望能夠盡能力的，讓能夠在家裡面能夠盡量能夠待多久就多久，所以我們會有居家的醫療進去裡面，團隊進去照顧居家，或者是居家照顧員進去照顧在家裡面長輩，而且照顧家屬很重要，不是光是長輩，家屬真的是非常需要我們支持跟照顧，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就有一個住宿型的，社區型的，還就是有3個不同的這種形態的話，就在不同的老人的階段提供完善照顧。等於如果其實你看到嘅佢係人家係等台灣老人化以後會讀到面上，第一點如果失智失能，失智失能，像安尼嘅其實幾多人冇辦法去照顧失智失能，因為你聽啊，如果某一工作去照顧，其實冇幾多問題。尤其因為失智失能，有時伊哋根本冇辦法去同照嘅時間，尤其像失智，有時我走出去，失能嘅話，其實伊也要能夠照顧嘅壓力係幾大嘅。嗰時有時就伊咪同時有時就用一種改專業嘅照顧嘅方法去照顧伊。嗰時等於你講唔把失智失能嘅部分。把輸入來，聽見都講，像可以送送課來爸爸媽媽早晨送過來，下晝時接回去，其實對於我哋老人家來講嘅話，其實我哋當然希望講，還是有一啲家庭嘅成分，但是早晨送過來嘅時間，雖然你可以安心去做事，然後下班嘅時候把接回去，相處到一般家庭嘅成分，但是還有啲講，好多我哋演講講嘅個事情幾重要，其實我哋睇我哋嘅照顧呢同地方。我哋最常我記唔得係照顧你的人，是照顧人的人，其實最常我俾你照顧。冇錯啦，而家我哋嘅長照2.0地方有乜個喘息服務，好一禮拜有一班。如果你聽講，其實有時間可能失智失能的人先幫到照顧你的人先幫到嘅，佢也一塊話唔得很容易去照顧咯。
就是有关于就是说照顾那些家属的部分，你头有讲到讲有专业的医疗团队进去嘛？该一等可以提出怎样的要求，然后你们的服务是什么？我想说怎么支持家属有两方向，一个是专业支持，一个心理支持。怎么专业支持？譬如说教他们怎么去妥善扶病人。你要光是把家属抱下床来，抱轮椅，怎么推去洗澡，怎么推轮椅，这是需要学习的。好，那他们学会正确方法之后，就会减少自己受伤。好，所以这是一个专业上去协助他们，心理上就要教他们你怎么去面对一个失智的长辈，然后对你一些的不合理的要求，或者他是生病的情况，不是故意责骂你，你怎么去接受？怎么去照顾自己？怎么去自己的运动啊，自己调理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分享我们专业知识去帮忙他们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么多年在照顾老人家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家属的需要。可做头都你这个有讲到讲，其实你能见到咩老人的照顾人气啊，吼，有安排，可其实在规划的时间有乜个度到乜个问题？当然我们在一面规划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就一面是很用心在规划，一面想说怎么改，这是很实际问题，对不对？这是需要经费的。好，所以我们有这个心，但是我们想说，这是个社会大共同需要，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往前走，我们需要社会支持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在每个阶段不同的情况之下，来给我们经费上帮助。我想说，费用支持是最实际的，能够帮忙我们的地方。这时间你有做到样的一种，譬如讲，你因为讲你这个希望他可以用金钱的支持嘛，一个最实际的一个支持。但这时间用乜个方法帮他可以提供有安尼的需要呢？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去年9月份开始，我们就已经是规划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我们就修女们就走出去社会上去募捐。我们最熟悉是教堂，那就是我们自己熟悉的地方，所以我们修女们老老少少，最老的90几岁了，最年轻20几岁，我们一起走进去教堂里面，去跟大家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盖这个长老家园这么重要？为什么长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得到满全？年轻一代才能够安心，也为自己未来也看到自己未来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是修女们走进去教堂，然后我们的医院里面，我们的企划室，我们的同仁们开始规划很多的募款活动，也包括经过媒体的介绍，我们也是去各个电台也去呼吁，帮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为社会上需要的长辈来做这样一个尽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是在行动上，我们就很愿意去努力去对外去募捐。嗰種普通人咧演講講按到嘅方法，唔講希人哋嘅溝通啦，冇去透過人哋嘅媒體，可以幫他個人提供其他新公益啊，有安尼嘅需要。咁最尾嘅結果呢，他個人因為非常樣嘅呀。我想目前為止大家是有認同我們的需要但因為每個人經濟能力不一樣，所以我可以說個很感人故事。我們去一個教堂去募捐的時候，我們就是彌撒之後跟教友們講這事情，我們在門口就是請大家幫忙我們。看到個小男生，大概幾歲呀？大概4、5歲吧，他就跑過來，拿着50塊零錢就丟進去。他說我也要幫忙你們，我就覺得很感動，因為真是孩子們就看到說未來我的爺爺、我阿公阿媽、阿祖的需要。那孩子那麼小，他們也懂得說把他們自己的零用錢拿來幫忙我們，這是我們所看到的。所以每個能力不一樣所以我們在做各種文宣的時候，也是個能力，我們說做成一個愛心紗，或是一堵牆或是一塊磚，我們都有不同的募捐方式，以個人能力來幫忙我們。咁種人呢，對於開始有安尼想法，開始慢慢的去儲錢去儲備。好，然後同時開始募款的時間，其實喺路上其實會遇到幾多困難啦。從一部分的話，有感覺到你這個幾監察嘅人，所以我哋天使時咧，同他人講一下，有乜幾監察人。我想真的一路走來，不管任何再小的捐獻50塊、1塊錢，我們都非常感謝。所以每一個人
尽心的帮忙我们，我们是很诚意的去谢谢。在我每天在祈祷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谢帮忙我们恩人，帮忙我们每块钱都用来能够为打造这样一个圣公家园未来。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感动。但也有我们也碰过，因为我去媒体采访完之后，主持人含着眼泪就捐给我一些钱，然后也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很多人都会愿意的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帮忙我们。其实喺我哋南部早期嘅醫療團體地方吼，其實聖公醫院算是我哋南部佢掂嚟做事嘅一個醫療團體。就像同到我哋咧用眼中聽我哋節目地方一直在講到講，其實一定做嘅改道，其實嗰時節他個人唔想做，吼一定用嘅唔賺錢，一定改做嗰度做安寧病房啦，做我哋老人嘅照顧。嗰時嗰種觀眾朋友有安尼想法嘅時候，提供其實嗰種喺南部，我都講即個以前喺台灣南部嗰種人嚟講，也係嘅該有善事、該有意義事嘅事情，其實你嘛可以去多多接觸到我哋聖公醫院。佢創業部分咧吧，譬如講老人照顧，我哋咧呢種成立以後，下一步呢，都有乜規劃冇？我想目前這個長照家園我們所規劃有4個大功能。剛所說的照顧以外的話，希望是一個教育訓練的地方哈，就是願意做長照照顧的專業或是新生代跟訓練，然後是一個我願意提供成為一個年輕孩子們做以後銀髮企業能夠加進去的一個創新的一個地方。你把你的創作來這邊跟老人共享。好，然後希望是一個友善的家園，好，這是一個我們所夢想的一個不是夢想，應該是我們願意去實現的。第二步的話，後面我們還有地，我們就想說，這個目前最急需老人長輩照顧以後的話，未來希望能夠有個親鄰共居的一個地方，對不對？哈，能夠讓這地方成為一個大同世界裡面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樣一個共融環境的話，它就是一個大同世界的一個情境來臨，不是嗎？老化係每個人都會遇到問題，我哋每個人都會老，但是我哋希望睇我哋老化過程地方，唔單止有朋友、有家庭，同時還有其他團體可以聽送我哋。今日感謝我哋演講同我分享安度聖公醫院還有人故事。希望有線上，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休息一下哦，等聽下你線上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